西元1126年，也就是我国宋朝钦宗正统元年，大金国总领龙主完颜乌骨达，因为虽然着中原的花花世界，想要夺取宋室江山，正月12日，命令四太子完颜金不出统帅，甲军师哈密金率领着50万的精兵进出中原。一路上犹如恶虎离山，小杀无掠，抢官夺济，逼得宋军连连败退。也毋过当完颜金不出想要攻打洛安州城时，却当着真正的强的敌人。洛安州的节度使四六名丁表示子敬，倒河小主干，手下虽然只有5000的兵马，但是由于识途兵法，精通战略，使得拥有50万大军的元帅金不出，何时6个月，犹原无法度攻下洛安州城。鹿鼎爱民如子，洛安州军民一心，奋力坚守城池。也毋过1年6个月对外消息隔断，城内已经严重面临到全亡的困境，军民苦受饥饿。陆大爷，金兵到什么时阵才会退？真假？本帅已经命副将刘平分出城，向两路军的元帅和世忠办妥救兵。只要救兵一到位，神计金兵就铁定。大爷，救兵是咪真紧就会到？恁大放心，真紧就会到位。阿爹，阿爹，你来忍耐，阿爹。我紧去提泉水来。是。我不爱啉水，我爱吃一碗肉汤。阿爹，这个时阵是要去倒遐摕肉汤了，你来忍耐，阿爹。阿爹。反正记不住，我小细细到位。互人围困的滋味如何？现在保家国予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南开城投降，你全城的军民活活爱饿死！路上，酒路
主公啊，哪里有什么代志你烦恼心？父王命我挂帅，带兵50万进攻中原，到现在1年6个月，连一个大安州城都无法度通攻破。我讲什么？要夺宋式的江山？好，主公，你免烦恼，先有一条破城之计。咱刚前有条是干涉，现在是干涉成功，甲敲出一条拉丸，拉丸内底藏一张鹿鼎的亲笔信，这个干涉名叫饶平，伊是鹿鼎的亲随啊，伊奉着鹿鼎之命，要去龙龙关办土救兵。新的办法就是要利用这人。好办法！来呀！来，老兵给他抓出来！是。老平，讲，老老实实甲我讲，将韩世忠伊个家庭的情形讲出来，我知。遐若唔是啊！你要讲啊唔讲？公主，万岁，城内欠粮，可是夫人生产，袂用个无食淡薄仔补。我从拄则有去拍社会了，有叫人煮2碗肉汤，一碗是要送互夫人补，另外一碗是要自己补者。那你家后呀？伊是生一个查甫囡仔，我将教好名叫做李军。那我就来恭喜你咯！托万岁福。唐大仙，多谢你救我那爹性命。多谢大你，多谢大你。大你，我这碗肉汤，讲是要传到夫人山后堡，也毋过即摆。讲什么夫人敢有夫人呢？咱拢是同一家人，救人为先啊！多谢大你。张大姐，自从你接去大汉州，
这大赛了，爱民如子，关门一个老百姓，无一个讲无敬爱。现在大汉军被金兵包围，下来全粮，对到阮老百姓同款，啉水伫咧冲击。免我是救本处，再领50万大军伫咧城，就是讲5000万的大军，我若是要永远要来跟随你，坚守处下，就是讲会去用武士，永远来打下去。万岁！救兵到位，救兵到了。啊！市中的救兵到位啊？不是，大军无来，是汉元帅随身的将军赵德胜，伊家己一个。家己一个？伊打扮做卖菜的模样，满片金兵的礼物，即将来到城下。嘿，小爷赵德胜。叩见廖元帅。元帅啊！元帅！你什么人？小爷名叫赵德胜，是韩老爷庙这个亲随的啦。你来从什么？元帅啊！啊！你敢要叫老平去两龙关要讨救兵？阮喊老爷顺领大军来，所以叫小爷先来甲元帅讲啦。老平呢？啊？为什么无倒转来呢？老平，讲元帅啊，老平混出城吼，也受金兵杀成重伤，即马咧两龙关咧养伤啦。有什么证据？元帅啊，这是你的亲笔信，和阮韩老爷缀伫这拉园内底啦。元帅，哪咧甲看起来，伊是袂有啥物诈捕才对。既然你是韩元帅的亲信，我问你，韩元帅何处得功？何时任元帅主持？阮韩老爷吼，参照属业，去招军这水火院中的好汉，也因此得功，圣上钦命为两龙关镇守。我可再问你，夫人姓什么？我夫人姓名呀，规名叫做洪玉，伊是李中小友的后见，现掌我军的都督员。夫人什么出身？元帅，这小就唔敢讲咧。元帅，伊敢唔敢讲？一定是知影讲杨夫人出身伫妓院。我可再问你，你可知影韩元帅有几个公主，年龄多少呢？这当然知影咯。人的大公主吼叫韩湘慈，今年拄啊15岁；也二公主叫韩兰芝，今年才3岁尔啦。元帅，伊全部讲计无毋对，那安尼一定是韩元帅随身的将军无错。请去。小文士。
变为本岁，多疑太大，大敌当前，不得不更加提防啊！元帅，放心，阮老爷汉世忠率领3万的大军，这2天内就到位。 老爷，囡仔出事，到即马你还未甲伊护名呢。军情紧急，连家己的囝出事，到这样阵我煞袂记甲伊护命。要无，家叫做廖文良好。廖文良，廖文良，真好命。对啦，夫人，李明的家后嘛生一个查甫的，名叫李军。哦，那安尼讲，毋就甲咱文良是同年同月同日出世的。是，真拄好。惨啊！安怎？忽然间想到古早人的传说，这是咱家养的一个迷信。若是2个囡仔同年同月同日，搁同一个所在出世，其中一个必定是另外一个人的替身。你讲甲咱文良啊？夫人，是安怎？夫人。无安怎？夫人，自你生产了后，每工都伫咧食青菜汤伫咧过顿，难怪你。一般，你是有善良袂少，这完全拢是我害的。无，强敌当前，救兵未到，若按照危机重重，万一我若是来连累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何必
经也暗，你应该爱休息。老爷，我听到明仔载救兵就会随到位，迄个时阵免不了会一场死赛。老爷，你爱紧休困，也通好养一下精神。